有些事想多了头疼，想通了心疼，所以想不开就别想，得不到就别要，干嘛要委屈自己？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决定你是否快乐的关键是你的心境，而不是你的遭遇。心里放不下别人，是没有慈悲；心里放不下自己，是没有智慧。懂得以智慧、慈悲来处理问题，心里就不会常打结，心能清明自在。不管处身何种状况中，都可保持祥和平静、自主自在的心境。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，就请您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感恩。